跟住落嚟，大家好緊張㗎啦！呢個時候，熱烈嘅掌聲，邀請今日10位入圍嘅參賽者。喺邊度嚟咧？參賽者，嚟！你好啊，你好。慳時間，我唔逐個去傾偈啦，因為我好多嘢講嘅。每個人有10秒鐘去講一啲嘢。10秒鐘或者去講自己嘢，即係拉票啊！等評判們咧對你嘅印象更加深刻。我而家先咪由呢一度開始傳過去，咁應該100秒鐘係講完嘅。好多謝今日嚟支持我嘅 band， 我會俾心機唱好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梁天文，咁我唱《痴心絕對》，希望大家會中意嘅。我係3號 Joy， 今日嘅參賽歌曲係《聽海》。都多謝啲朋友嚟支持我。係啊，雖然我都冇乜朋友，但係都多謝你嚟支持我啦。大家好，我係5號張海瑩，唱嘅歌係《站在高崗上》，希望大家俾多啲掌聲我，多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6號嘅李基雪 Cash， 我唱嘅歌係《我不難過》，希望大家中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7號海兒，今日我唱緊歌係《Great Love For All》，希望你哋會感覺到歌中所提及嘅愛。大家好，我係8號嘅參賽者張志業，我今日唱嘅歌係《動起來》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同埋所有嘅參賽者嘅歌啦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9號嘅林以文，唱嘅係《至少還有你》，希望你哋會中意啦。大家好，我係10號嘅林廣峰，大家今晚一齊嚟慶祝香港回歸10週年啦，我哋。啲高官嚟齊未啊？高官嚟齊就認得你㗎啦。好啊，呢個就即係咁啊，祝大家好運啊！咁啊，評判應該心裏有數啊，記得邊一個啊，邊一個印象好啲，冇所謂。陣間咧先係頭痛嗰一 part，因為跟住落嚟咧真係拉闊嘅音樂比賽。